香港過嚟，朋友介紹嘅，朋友話呢度好，我咪過嚟睇。这位先生，我们能看得到他的牙齿比较糟糕，左边的牙齿蛀掉了，让了几个大洞，然后也是不能吃东西。右边的牙齿缺了，然后拔了，有一段时间了。然后他的骨头目前的看着还可以，所以我们会给他设计的是右边下面的给他进行种植修复，左边的话先拔掉，让他长一段时間再種植。即係之前咧就有啲牙爛咗，大牙爛咗，咁啊而家要植翻啲牙咁。第一次種牙，有啲緊張嘅，痛就唔痛嘅，係落麻醉藥嗰度就即係少少吉吉地咯，咁之後都冇乜特別感覺。過程中就好快啊，即係快到我都諗唔到嘅，咁就佢哋搞掂咗。哇！真係好熟練咯，見到佢手法。聽講佢好似種咗5萬隻牙啦已經。我整體感覺都幾好嘅。睇牙咧就嚟得配美口腔。